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嚟到花旗環球財富投資外匯短評嘅時間啦。我係陳樂瑤，今日係2025年6月2號，關稅威脅又再次成為市場焦點，中美貿易爭端似乎又再度惡化，加上今個星期美國參議院將會對特朗普嘅減稅法案作討論，市場對美國財赤加大嘅憂慮都有機會利淡美元後市。即使美元出現技術性反彈，可能仍然受制於102水平。主流貨幣方面，歐元可能受惠於投資者再平衡資產配置。近期歐元區經濟增長疲弱，或導致歐洲央行進一步減息，料直到9月政策利率或減到1.5厘。減息通常不利歐元，但投資者可能更加重視再平衡資產配置嘅主題。美元弱勢下，歐元對美元嚟緊6至12個月或者上試1.20水平，加元反而上升空間可能有限。由於關稅對加拿大經濟造成下行壓力，花旗分析員認為加拿大央行將會喺嚟緊幾個月對經濟活動放緩、樓市數據疲弱同埋勞動力市場走弱等採取相應行動。預料當局6月暫緩減息之後，7月或者會重啟減息週期，有機會限制加元表現。今集嘅外匯市場短評時間就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